彼此认罪。有当时咱咧气别人的时阵，气甲家己看病，所以才讲咱互相代求，咱嘛通得到应许。即个时阵，请咱大家开嘴，为着家己的罪，求主来赦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认我的罪，主我的心中，我的罪，所有欢喜的，我求你赦免我。主啊，我真为你所欢喜的命令，主啊，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赦免我，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伫你的面前有摆咧阮的罪，主啊，赦免阮有捌的罪，阮常常伫生活中无小心。
是阮永远的光，你是阮的日头，你是阮生命来源。主，你是阮的看照，你是阮的头。主啊，你是阮永远的盼望，伫你的内面，阮无惊的。主，你是平安的主，你是互阮一切盼望的主。主，我要将阮家己，将阮教会，将阮兄弟姊妹，仰望伫你的手，愿你来保守阮，看顾阮的平安。阮来祈祷感恩，拢是奉靠主耶稣你的名来求。阿门。咱搁来唱这条诗歌，除你以外。信仰。
求告你的名，你就必搭救我们。再一次把教会中身体健安、长期敬仰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您将圣手触摸他们，对他们吹气，使他们重新得力，重新站立，对在众人面前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要我们特别把陈廷恩小朋友交给你，主要我们看见，他才7岁，他在手术之后面临巨大的疼痛，甚至跟他的妈妈说，他不如死了好了。主要我们的心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主要求你真是怜悯，主要求你是挪去他心里的痛苦，主要让他学习，在他最痛的时候，主要他要向你来呼求，主要他就一直来向你祷告。所以说，我求你来帮助他，使他快快的恢复。主，谢谢你，也为在这段期间经济面临困难的肢体向主来祈求。主啊，机会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求你使我们从与你亲近，向你祷告的时候，明白你的旨意，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因为你定义要使我们富足，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上帝的帮
静，这个经文甲咱讲，咱要安静，知影我是神，我是上帝。所以咱伫这个混乱的世代内面，咱真惊吓无平安。但是主甲咱讲，我是上帝，你着定定，你着安静来追求我。伊要掌管一切，伊这个感觉真危险，真惊吓世代。但是主伊掌管一切，因为伊是咱的冠带，甲咱的帮助。咱下面来为全世界、甲台湾这个武汉肺炎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咱。咱这个 PPT 内底，咱会当三角来祈祷，咱做伙开嘴，主啊，求你信心来帮助，互阮这个掌管一切，上帝帮助。这个武汉肺炎内底，这个官员有真好的作用，帮助因在这个内面，来将地位。求主是阮伫每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有友好、包容的心，会当互相有机会来合作，提供资源，互优秀的医疗团队所研究的药剂，甲有效药品彼此来连结，紧紧互疫情得到控制。也许是遮的医疗研究者有智慧，害咱前因，拄着这变化真紧的地图，会当紧紧找出对抗的路径。也感谢主的恩典。台湾这个岛屿，因为政府有提早的方便、谨慎的态度，各县市的首长甲机构尽力来配合，互这个疫情毋是扩散到无法度来掌握。相时也因为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有需要奉献时间甲体力，有需要互照顾的人得到安稳。总是阮犹原有惊吓甲不安，恳求主怜悯阮的软弱。帮助阮的阮较甲讲，主是伫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无互病毒来敲消阮对主的信心甲渴望。帮助阮对主的话语日日加添，伫患难中搁较翕无主的话语，灵修的生活，心灵安定，过平静简单的日常生活，适当的运动来增加抵抗力，配合政府的各项规定。担心度过这个病情的时期，求主使听阮恳求的祈祷，奉主的名，阿门。接下来，咱要为着建教会、建教会牧者来祈祷，为着咱伫即个时阵，每一个教会所面对的即个防疫的机制来祷告，求上帝赐落伊的智慧甲能力，建教会甲建教会牧者知影要安怎。带领教会有清澈的意向甲方向，带领教会特别伫即个疫情内底，有较侪人来归向上帝。阮做伙来为建教会，全台湾也是全世界建教会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是万能的主。主啊，我要将这个全世界充满这个宁静，将这个宁静，我给你清楚掌管伫这个宁静内面，主啊，我是上帝，是帮助，主啊，我是你是我要换，今天的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是信心，真的，我们要靠信心来克服因为咱要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下面，咱要为着咱教会小牧师、谢牧师是传道，是咱的长职，咱的区长、小组长来祈祷，台面临这个疫情的时阵，求上帝的信心，伊的智慧，甲咱的牧长三角地带。知影要安怎来带咱的教会，是咱牧区的每一项发展甲事工，咱的会友无因为疫情的关系失去敬拜甲团队伊的热心，咱做伙来为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谢你，即摆就将阮的牧师咱的长职区长、小组长我们的请，咱的清楚所有帮助你来在这个疫情内面，我们都较敬拜你，我们的心爱的求你，主啊，你的敬拜的求你来帮助我。
瘟疫侵入的影响，必须到阮的敬拜来影响着阮的顺心。包神，求你甲阮下牧师、谢牧师、好传道，甲阮这中级同工，阮的所有的领袖阮求你亲自赐落你属天的智慧、能力，伫阮这个团队里头，阮不受的这种疫情会影响阮的教会。阮的教会，阮的会友伫遮来敬拜，无论是网络，还是阮伫你的时阵宝座前，有圣神亲自赐平安，互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无因为因来失去阮对你的靠谱。包神，求你互阮遮个团队有上阮主的心意，伫每一个人的中间，阮知影。要安怎来为着你的敬拜的内容无受影响，互阮的心因为因的敬拜来得到平安。愿你甲阮遮个团队三甲一体，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包神，从阮的教会搁一遍摆在你的面前，互阮经过因的敬拜，搁再来靠无你，互阮的会友更加。上阮较无主理的同在，愿你的平安甲阮三甲一体。愿你恳求祈祷，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咱为着苦传道今仔日的讲道来祈祷，求上帝圣神甲伊三甲一体。第二，为着咱所有服侍的团队也是同工来祈祷。第三，为着会友虔诚的心来敬拜上帝来祈祷。无论伫教会，也是你即马是坐伫厝内面，咱要用相相的心，来敬拜主，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主，咱做伙来为这三项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宣传教育我哋的手，把你的信心都是宽广的，我其他所靠望的信心，将基础换水的当头，主，阮让你真关心，主啊，阮要帮助阮这个服侍团队，是着主的帮助，因为服侍是有功，是合意的。帮助咱即款因为一个角落的敬拜，这样就讲，一个很努力，你经过阮的心，阮的所在敬拜。
我用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用渴慕的灵来你面前发拜。是阮知，阮是你所创造，阮虽然微小，总是你疼惜阮至宝。主啊，伫这疫情的威胁的中间，阮搁较珍惜甲主亲近的机会，是阮生命是对主你来。阮若离开你，阮就无路通行。所以我以后要伫你面前谦卑，将我的生命、将我的思想，以及将我一切交托给主。上帝，你会听，要包容一切，你要看顾一切，要赐福伫阮中间。
感谢你，阮正兄弟姊妹伫遮组织敬拜。虽然阮袂当全员出席，总是你顾惜阮，通过转播，侪侪兄弟也透过网络，甲阮做伙同心聚会，同心敬拜你。主啊，你的听是无限，是长阔关心。阮毋知影你听每一个人，所以阮伫遮谦卑求救，互阮伫这个所在敬拜，荣光归主，也你将你的施恩甲保守，看顾因传阮所有伫你面前敬拜人。主，我要学习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有你的命令，愿你的名受，你的道领导，你的旨意行，伫地里真正的天理。阮的一生今仔日活法，下面万的好有，亲像阮也下面好有爱的人，无你传阮的一世，就叫阮脱离伊的歹，因靠阮的应当拢是所有，大家的有情。安尼，大家请坐。我兄弟姊妹，伫咱煞接的平时中间呢，属实甲咱做一点仔请安啦吼。啊，由我要请咱遮的同工来甲组一个吼。啊，咱对即礼拜开始呢，咱的政府规定吼，讲100人以上的聚会，建议莫举办。伊是讲建议，啊，毋是禁止吼。若禁止，咱就袂使办啦。所以伫遮牧师要小可甲咱安尼做一点仔安尼拜托啦吼，就是讲咱因为1楼甲5楼，坐人数无超过100个，吼，咱用即个解释。啊，佫有诶是伫3楼来做转播，但是咱尽量鼓励讲兄弟你。即马上好的礼貌就是有礼，较早是爱亲密对无？即马爱小可有礼啦吼。啊，所以咱大家小看者，你坐位吼，头前后壁倒边正面，莫有人，安尼好无？啊，咱加租也是袂要紧，加租也袂要紧。啊，所以咧，咱即个咱的即个零零在后壁吼，遮你佫退一步，后坐空位哦。啊，咱头前嘛袂要紧吼，楼顶有无？前后左右加顶袂要紧，好无吼？头前后壁吼，尽量头前甲后壁莫有人咧就对啦吼。啊，咱这教会看看，一个楼层莫超过100个，啊，佫有地会用即个3楼安尼吼。啊，咱第2场也请同工小可协调一下吼。比如梅花座，咱讲梅花座就是交车就对啦，莫头前后壁倒成这样安尼吼。感谢主啊，咱大家嘛挂口罩，应该是真好的保护才对。啊，咱即阵会当伫遮做礼拜，真正爱感谢上帝咧吼。有真侪国家吼，连出门都袂使来。新加坡讲吼，莫超过1公尺，你甲人讲话超过1公尺，无超过爱甲你关，甲你管。啊，咱真正爱感谢主，咱台湾也佫有咱伫遮敬拜上帝哦吼，咱特别祈祷。咱甲隔壁请咱讲愿你平安，来甲隔壁请安你，吼，来咱遮聚会吼，聚会。各位兄弟平安，咱来启用，咱做来启用来维护篇文32篇，4篇116篇。上主啊，我对青年来丢颗粒。上主啊，你若记着人的罪过，总是你的下面人。我必切听候上主，我会时时听候主。伊守望的人，较必切听候天光。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有救赎的大权能。咱三教来祈祷，主你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平安。经过每一个时刻，伫即个礼拜，虽然有真侪惊吓甲无平安，阮要感谢上主，加替阮属天的力量，保佑阮活命甲健康，也会当到教会来组织和兄弟姊妹同时来敬拜你。因为你是生命的源头，是阮瓦靠的力量，
求你继续带阮的头前的路障，提醒我要谦卑，甲阮心内心的罪甲歹摆入你的面前，私心骄傲，以爱用家己的意思去论断别人，来追求有一个享受，来离开你。阮毋捌对你遐对着信心来面对生活的苦难。阮耶稣上帝，基督耶稣的光无够遐去疼别人，阮忽略信实和上帝的关系，因从你互阮的恩赐，无愿意来到教会来服侍，阮欠缺同心合意来追求你心意的心志。阮是真正有罪的人，求你毋通暗暝毋看阮，求你大慈爱撤销阮过失，互阮心照稳定，继续来为传福音来承担责任。当疫情来了乱的时阵，希望病毒无成做阮咧敬拜上帝的窒碍。求你保守阮出入教会、工作、生活的平安。求主保守台湾这个土地，搁较团结、体贴、合一。求主的保护掠抗，无互台湾有大的挑战甲困难，使了大智慧伫政府官员的决策顶悬，使健康并保护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的身上。同时，阮也求主纪念世界，抑搁受到生命威胁，种类性的惊吓，求因会当紧紧脱离这个困境。因阮知你是创造宇宙万物大主宰，也是人民党的上帝。今仔日是耶稣受难头前的礼拜日，阮有为阮家己的心，就想象主耶稣伊所行所做，阮听着伊为耶路撒冷来哀伤哭的声，为着人类的苦难来悲伤。阮也听见耶稣所说的圣餐所讲的话，表达伊的受苦甲爱的团契。阮听伊做水，为着门徒说哈的声音，表明伊愿意做奴仆来服侍的心。日子一天一爱过，渐渐来接近耶稣受难的日子，阮也听见门徒伫外口咧争论谁要做大。阮也听见犹大灭主的指纹搭伫地内面的人家声，民众伫外口咧喊话，甲耶稣敬视伫地。以及门徒彼得有3届无认主的言语，我毋捌即个人，这拢是咧对阮讲话。天父上帝，即时阮来到这集，要真正仰慕实力宝贵。求主圣灵信心来安静阮原本混了无安不安的心，关掉外口所有的方法。阮来到这，要从迄个妇人摕贵重的油来抹耶稣的头，单单甲你同在。阮来到这，也要像耶稣的老母甲其他家己的妇人，伫实力个顶单单来用你。阮当中有真侪兄弟姊妹。因身躯排着真侪苦难，甲生命重重来到这，主耶稣，求你甲阮放入这重担，阮会当看到你的头、手、骹的伤痕，看到你所流的宝血，道成肉身所承担的苦痛甲罪恶。同时，阮也求你，我看到阮家己人生的处境，对你讲，主耶稣，阮是一罪。何等不配来到你的面头前，主耶稣，我是一罪，计当领受你如此的疼痛，阮只为当恭敬，欠你伫你面头前所算你对阮的救恩。今日知，传道要分享信心，信心接入阮的心，愿信心亲自甲传道同在，透过伊的讲道，互阮明白真理。互咱会当搁较珍惜家己的关系，求你牵阮的手来奔走你要远走的道路。愿今仔日在离岛，透过心灵的信息，领受主恩，藉着这来阮的灵命，阮会当搁较疼你，搁较爱你。阮谦卑顺服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8章5到11节。因为顺探本性的人意向本性的事，毋过顺探性情的人意向性情的事。意向本性，这个是死；意向性情会得到活命甲和睦。安尼，意向本性是得到上帝，因为无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顺服本性的人，无得互上帝欢喜。既然上帝神有踮伫恁内面，因就无属本性，是属于圣神。人若无基督的神，就无属于基督。基督若踮伫恁的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也要互恁活，因为为着恁已经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互上耶稣对世人中搁活的上帝神，也踮伫恁的内面。就是互基督对世人中搁活的上帝，通过踮恁的内面的圣神，会互恁得到死的身躯得到活命。这是咱要请来播献诗的部分。主人。
仔大家平安。伫即几礼拜，咱来到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弟较减少，毋过我嘛看见真侪同工是真辛苦，在备办、在设立，互大家会当伫网络顶面来敬拜的方式，真正是真感谢遮的兄弟，互咱会当伫现场嘛伫网络拢来做礼拜，所以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咱三角对彼此搁有网络顶面的朋友来讲，有你真好，祝你平安安很好。三角来讲，有你真好，祝你平安。感谢主，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伫死亡疫情的阴影中，阮向你祈求，求你互阮会当明白，你要赐予人类的平安是甚物？你要为着土地所带来的安慰是甚物？求你互阮伫你的圣神的同在内面，就会当看见，就会当明白现在发生的代志的意义。嘛求你互阮伫你的话语中间，了解你对世界、人类的心意，互阮伫这个时阵会当有盼望。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毋知影伫即段时间，咱伫生活中有甚物款的改变，特别是有疫情的这个时阵，我家己是真明显感受到生活的活动，特别我是拢是伫倒位咧活动嘛，生活的活动减少真侪，无代志就住伫厝，无就伫办公室安尼，所以就感觉中安尼真忧闷。本来有时会出去踅踅，即摆嘛较无法度。有时真爱喊兄弟姊妹来教会，嘛较无法度，就有一种真忧闷的感受。毋过，当受起安尼款的状况的时，就知影讲无法度啊！现在即款的状况，就是爱限制家己的一寡的需要。想要买物件，还是想要找朋友的即款的欲望，因为现在计算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的选择，拢有可能会影响另外一个人。这个环境所互咱感受到的，就是每一个选择，就是关乎生命，无就是甲患病，甚至是死亡有关系。就亲像今仔日，咱若是有人要来教会，可能就会想讲，若是自己转去了，发生啥物代志，安尼我敢有法度来承担？我敢有法度来承担这个后果？若是真正若有出了啥物款的意外，敢真正有办法来面对？我有一个朋友，伊伫网络顶面，伊嘛是伫教会服侍的。分享即款感受，就是忽然间，即个瘟疫，让每一个人介绍拢直接带到死亡的面前。咱会当真理性来想讲，要安怎来备办，要安怎来防疫，来讨论世界局势中的好甲歹，逐步安怎处理，是好啊毋好，是欺骗，是诚实。毋过渐渐，即个疫病的迄个状况愈来愈长，时间愈拖愈长，咱看去搁较侪人失去了健康，失去了生活的品质，失去了性命，失去因所疼爱，性命的孤单愈来愈侪，开始愈来愈深，开始在威胁咱软正的生命。对即摆的看病内面，咱看去人是遐尔啊有限。要安怎做才会当保存咱的性命？要安怎做才会当保护家己性命、生活中真珍贵的迄个代志，也是事物。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罗马人书，虽然伊即个罗马人书内面无讲到患病也是疫情，
毋过，咱会当想象伫迄个时代的人，犹原嘛是咧烦恼讲，人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来保护遮个珍贵，对因的性命真珍贵的代志，也是人，也是朋友，也是亲戚，也是逐项的代志。人要安怎做，才会当来保护遮性命的重要的物件，莫互人失去。即款惊吓烦恼。咱若是看罗马人书嘛，会当看着，嘛真早就伫迄个时代的人的心中。咱若是看进罗马人书第1章到第3章，就会甲看起迄个时阵保罗就讲着，有3种人，因用无共的方式，过因家己感觉有价值，也是有好的保护的、有保障的即款的性命的方式。第1种人。就是伊是较本性，伊发挥伊的本性，就是伊着追求伊所意爱的，对伊惊吓，伊着得向，吼。所以即款第1款的人，伊无有真清楚的价值观，就亲像讲啊，这个神若是有效，着去拜这个神。啊，这个药啊，介绍人讲袂歹，着去食看下。嘿，啊，着无真清楚的价值观。啊，有时即款的人嘛对性命无有真心的思考，就是顺探伊家己的性情，就伫即个真大的世间来追求合家己心意的事物来追求来敬拜。即款的人，保罗讲因真单纯，毋过即个好甲歹是无法度来分辨，啊，因的价值观是真时常在自相矛盾。所以这是第1种人，就是敬拜无家己神异教徒的外邦人。第2种人是得胜的，这第2种人呢，伫罗马的迄个时代内面，咱会当看去可能是哲学家，也是宗教学家，也是政治的迄款的社会的哲学的思想家，因。对这个社会的好歹，会安怎运作，才对全人类有一个好，因有一定的看法。毋过保罗讲，遮个人才会咧教示别个人吼，咧甲人讲社会安怎活才好的人，因真会晓讲，因嘛真会晓建立真侪代志。毋过其实因家己做袂到因家己所讲的。嘛无法度完全来反省伊家己的行为，所以因看起来知影啥物是价值，啥物是好，毋过其实因家己所讲的、所教示的，因做袂到。第3种人，保罗讲起是宗教的，特别是犹太人。伊讲犹太人因真喜爱讲起家己是有上帝的律法。来夸口，家己讲明白创造天地的上帝，了解生命的意义。毋过，伊嘛讲，遮个犹太人完全无法度来活出律法的生命，啊，家己做无完全，搁爱甲人教，就亲像青梅要娶青梅共款，甚至搁用宗教的即款的法规，也是用宗教的律例来甲人指责。有时为着要维持家己的形象，嘛感觉真假，也是来白惨，来压探家己不足的所在。所以因就算讲因知影世上中面上帝是甚物人，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甚物款的价值是宝贵，因的虚假嘛，互因诚做无有意义的一群人。所以咱会当看去。基本上，保罗所讲的这3款的人，咱若是下伫即摆的社会来想，咱嘛真简单地当结论讲，哦，其实咱即摆的社会，人毋着这3种吗？就是顺探家己本性的，啊，无就是真有社会，也是真有迄个道德的迄个标准的人，无就是有家己宗教的热情的一种律法的人，这3种的人拢在用家己的方式来活出
对性命的保护，来活出啥物对性命是好。毋过，保罗对这三项人来讲，人若是顺坦本性是自私，若是人用智慧来找出迄个标准性命的标准，其实人阁活袂出来。人若是去找求宗教信仰，找求至悬的上帝，其实伊阁会骄傲，阁会虚假，甲上帝来当做死看破的一个器具。所以咱看起保罗所认捌到的人类的状况，是真绝望，就是一种你真单纯，无想济念着，你真有智慧来看起一个代志，安尼嘛无够，你真敬虔，毋过却真骄傲的状况，安怎做拢毋对，咱会当讲保罗伊是甲全人类的人性来下伫完全的败坏，阁有罪恶的内面。安尼的人敢有法度完全来保存咱家己的性命？咱安尼的人敢有法度真正来保护咱所看起诚侪宝贵的物件？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保罗就真清楚安尼讲。伫经文第8章第5节，安尼讲，保罗安尼讲，顺坦本性的人，义愤本性的代志。第6节，义愤本性，结果是死。第7到第8节，若是顺坦本性，就是甲上帝对立，因为无法度顺服上帝的律法，其实嘛无法度顺服本性的人，无法度互上帝欢喜。到底保罗伫遮讲的本性是啥物？所以保罗伫遮讲的本性是一种无法度甲上帝看做性命中心的一种的状况的状态。所以顺坦本性来意志来思想家己的本性的代志。是一种人的意念无法度甲上帝当作性命中心来生活的状况。人互即款无甲上帝诚做中心的意念带伫心内，互别个毋是上帝，上帝以外的物件带伫心内，时常在为着即个目标来拍拼、来追求、来真热情来追求，无论是家己所欢喜的自由，还是快乐。也是讲家己欢喜的道德，也是讲家己意爱的宗教的律法，安尼来追求即款的信命。就是讲，人类若是来外靠家己的感情，也是良心，也是智慧，也是宗教的规条，来诚做信命中心的即款的观念。咱会感受着讲，人本性顶面。才会追求。一般来讲，有时人看起袂感觉讲完全歹啊，因为每一个人拢着亲像安尼啊。真侪时阵，咱人内面无完全的良心，有缘会互人感觉到真温暖啊，有缘会感觉到讲哦，这个人嘛是咧找求真理，嘛是咧找求良善，嘛是咧找求水，会找求对世界的改善阁有好的歹，嘛会设立家己的目标。毋过，咱看起若是遮的追求，拢是以家己的本性诚做中心的。对于迄个好歹的判断是无法度甲上帝结连的。迄款的热情，迄款的励志，敢若会甲人引带到死亡甲上帝诚做对立。因为保罗伊家己就安尼讲，伊家己是一个犹太人，伊是受律法的人。伊讲我所意爱的好，我煞无去做；无意爱的歹，我颠倒去做。就是讲保罗伊家己嘛讲，人其实无法度真正做到啥物。保罗伊家己讲，伊所爱的、所热情爱做的，伊热情追求的代志，反倒转来判伊的罪，来
死刑。毋知咱若是分享到遮，还是看圣经看到遮，心内敢会感觉真不足，还是感觉无爽快？人敢有需要安尼来看家己？人敢有需要互家己遐尼大的压力？有时咱感受到家己有努力的成绩，甚至已经真拍拼，甚至应该互家己一个鼓励。毋过咱若是搁较细腻来想看卖，迄个咱头脑也是心中所意爱的迄个完全世界的迄个蓝图，迄个标准，有缘，咱是无法度来行去行的。无论咱互家己的标准是每一日拢爱快乐，这敢会真简单？这是真困难的代志。也是每一日我拢爱感受到自由自在。连即款较简单、较欢喜的梦，咱拢无法度来掌管。也是每一日我的情绪拢爱真好，遮尔啊简单的代志，其实咱拢无法度来担当。当我想起遮个代志的时，我其实回想起家己即阵仔转去到厝内面的过程。我即阵仔就较济转去到我屏东的厝来看我的阿嬷。我的阿嬷真济人来为我的阿嬷祈祷，毋过伊的身体即摆是愈来愈软弱，我的爸爸妈妈照顾起来嘛真辛苦。所以听厝内面的人来分享，因咧照顾的时，计算阿嬷食这嘛毋对，食迄嘛毋对，若是照顾的时，有啥物物件毋对去，伊对一个所在迄个量无控制好，可能就腹肚痛啊，可能就走袂爽啊，可能就困袂去啊，可能暗时就精神就怪怪，有点不要拢无法度晓得，爸爸妈妈的作息嘛乱七八糟，所以咱会当看起。每一摆我转去厝内面，我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真拍拼要照顾我的阿嬷。其实我嘛定定咧想讲，我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来甲伊斗相共。毋过其实我心内知影，家己啥物拢做袂到。上济是来听遮我的爸爸妈妈的心情，来海讲，来讲我轻松的代志。毋过其实连即款的。对家己的期待，有时我嘛知影我是真忝，因为我需要休息。毋过，若是休息的时，当然在听着较沉重的代志的时，就去感受着真忝。所以，我着想起讲，其实我想要诚做一个真有效的孙仔，也是囡仔。毋过，愈在想愈做袂到。若是我根本我也无，我毋爱互家己遐尔啊济压力，也是先莫想遐济伫爸爸妈妈也是阿嬷的身上，毋免想，毋免定定安尼转去。其实我知影我的心内是感觉真歹势。我知影我家己爱我的厝人，其实佫感受着。一点点仔的过爱着拢无，一点点仔来承担遮个我所爱的人的性命的情绪的迄个困难，实在是真软弱。所以我是要分享讲，真正连我家己拢会想要立志来做真济个代志，想要做一个好的孙仔，想要做一个好的查某囡仔，一个好的传道，一个好的学生，也是咱当中有人想要做好先生、好太太。好的爸母、好的老师、好的同事，逐款的日子，毋过真侪时阵，人家己心内知影，咱所设立的每一个愿望，也是这个志向，才会咱的心所热情的。毋过无一定是用上帝最中心来思想的。其实，咱愈拍拼。才会愿望煞愈侪在看咱的命。就亲像咧讲，你是你一个家己理想的失败者，才会
遮个梦真容易着看咱平，人其实真正无遐尔啊厉害。即种看着良善，知影啥物是好，却无法度无有气力来活出的即款的感受，迄款的绝望，就亲像看人死刑同款。安尼，伫人的本性，伫人的软甲内面的即款的软弱，敢有出路？伫即款死亡，就伫咱的中间，就伫咱的周围的即个疫情影响的时刻，咱敢有出路？真正来保护生命，保留敢有互阮一寡出路？咱线下来看一段经文，伫经文的第6节，伊讲，我拢无死。伫经文的第6节，伊讲，若是义务性行，会得着活命，甲和睦。所以，甲义务肉体，也是因家己的本性，这是真无共的。就是讲，当人的心思力量无搁遐尔啊济来分对咱的本性、咱的肉体，遮尔啊济心为家己来设立真济的目标，无论迄是好还是歹，反倒搁较济心去思想上帝互咱伫即个生命、即个世界顶面的呼召，即个目标，军队圣神，其实是得着生命的头目甲主。这是要安怎来了解的？军队圣神，真歹讲，敢毋是阁是另外一种宗教的要求？啥物叫做主神伫圣神？圣神，阁要安怎知影家己顺圣神？圣神互咱的目标是啥物？所以伫第9节，咱会当看起保罗讲，互咱活出迄个会当挖破圣神的关键，其实是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啊，啥物叫做圣神住伫咱的内面？圣神若是住伫咱的内面，会有啥物款的情形会出现？咱若是看圣经8章第6节，就会看起保罗伊家己见证，圣神住伫人的内面的时，人就会感受到咱所受的，就是落卜的心，幽怨惊惊，所受的是惊日的心。然后，若是当圣神住伫人的心内时，人会较无来喊喊出阿爸天父上帝，救我！阿爸天父上帝，救我！所以，当人开始望伊家己的全部中间来祈求上帝，伫逐所在来祈求上帝的时，迄就是圣神开始住伫人的心中的起头。搁较侪圣神会开始帮助人，想要来找求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神嘛会帮助咱来较无来认识耶稣基督要安怎来赎咱的罪，互咱较无来挖靠伊死搁活的归咱。咱知影世上顶有逐项的势力，无论是咱所看到的真权利，还是钱财，还是政治的迄个亏力，还是有诶是灵界无同宗教信仰的。有真侪物件是咱所看到的，咱所下伫心内，互伊住伫心内。毋过，敢若有圣神住伫咱心内的时，咱开始毋望基督，开始毋望看起基督。这有时是一个真奥妙的过程，我无法度完全来解释。毋过，即款的过程，对基督开始的这个过程，咱会当深深体会基督所带来的自由，搁有头目，安怎互咱来脱离这个罪甲死的律法。伫咱所有本性、所有热情的方向的内面，我想要做啥物，我想要做啥物，我着爱做安怎？若是做毋对伊，咱着亲像努力互主人来去使。
互头家来开除，互逐项的律法来控告。毋过当咱的主，只有当咱的主是耶稣基督的时，咱若是做毋对，耶稣就一摆一摆甲咱扭起来讲，伊要担当咱的无完全，咱的罪恶。后者的控告重重伫伊的心中。对这个过程，咱找求着，阮的性命所挽回，毋是另外一个头家，毋是另外一个奴隶主，却是对耶稣基督的心中看见，这是一个爸爸，一摆一摆咧照顾伊囡仔，一摆一摆，互人有原谅、有疼、有隐传。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面，伊一摆一摆咧喊喊。天父啊，救我的时阵，现实的帮助咱更较侪看去世界的迄个蓝图，更较侪来明白圣经所甲咱讲的遮个话是安怎咧描绘咱即个世界所发生的代志，来了解咱生活的角色伫倒落，咱着袂记到讲来乒乓着超过咱会当做的代志。嘛，袂阁伫咱所应该负起的责任来退缩。咱对圣神的印传内面，对基督来看去上帝无要领导的内面，咱会当愈来愈了解讲，人活地活着，完全毋是为着要来得享死亡，却是以咱家己来赢取永远的生命。诚做上帝的儿女，以未来甲咱的主做伙治理这个土地，来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伫听的关系内面，真侪过去罪恶的代志，咱自然就袂阁做，因为渐渐啊，阮对上帝迄个心现行在伫咱内面的迄个状况。会迄个气力，会互咱感受着，阮对上帝比照家己的心意来行更较重要。看起永远的性命，比起惊吓死亡更较重要。迄个永远的性命会更较侪，互咱看起。安尼，咱对性命、死亡、看病惊吓的，愈来愈少，愈来愈少。过来迄个疫苗到有影是重的，是水的，是真大的。愿主互圣神带领，阮每一个人的内面，互咱会当看见，即款的性命对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咱面前。阮顶礼拜同出来面的是暗时就听到，我的阿嬷一直咧喊讲，阿母，一直咧喊，就是暗时伊咧困的时，真痛苦的事，安尼喊半点钟，喊一2点钟，安尼一直喊。啊，一开始的时，我感觉，听了真痛苦啊！搁去伊的眠床边啊，安尼看看啊，介绍嘛无啥物代志，就是就等遐看。伫咧少年伊已经去上面遐的妈妈，阿嬷就转去我的房间困，阿嬷永远是继续去看。毋过我安尼听的时，其实我听起一个伫人类的健康，还是但是伫迄个死亡的边界，迄个一个中间，伊伫死亡的面前，伊咧祈祷，伊咧挖靠伊迄个心内会当挖靠迄个妈妈，也是伊所认捌的上帝。我听伊安尼喊话的时候，我知影，伫人类生命上界线尾，也是上界极限的所在，所需要的就是即款阿爸救我，亲像阿母的去病，你嘛救我，阮需要你。所以，愿主上帝搁一摆，将圣神摕伫阮的心中，互阮知影要安怎搁一摆来伫生命逐所在来喊喊咱的阿爸天父。愿即款的祈祷，互咱会当知影，咱无法度来拥有生命。毋过，
即个圣神，都有真正的画面，会对祈祷来找到阮每一个人。愿圣神大开来，伫咱的身躯内面来徛起，来修正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咱来找到迄个咱失去，毋过搁得到迄个日头白的画面。咱对即款的愿望，三角来祈祷。现在天父上帝有时伫阮家己的囝兄，也是伫家己的兄弟内面，也是伫即摆真侪人看袂即个疫情的内面，阮毋知影要安怎把握阮每一个人家己的生活，有真侪代志拢会当已经停止，感觉真不安。毋过主上帝求你重新赐下，咱会当呼求你来应你祈求的心，愿你的信心真心甲阮伫咧，徛起伫阮的心内，互阮知影阮会当安怎天父阿爸救阮，天父阿爸救阮，互阮搁较侪来看见迄个另外的生命，要安怎来翻转人类有限制的即个图面。求你互阮每一个人搁较侪来将家己的性命，以你来诚做中心来生活，来挽靠来热情伫你圣神互阮看，毋单单是咱本身所意爱的代志，愿你互阮开力，愿你来翻转咱每一个人，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尼祈祷拢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即咱里面咧唱回应诗，遮有几样诗要来祈祷吼，246首，圣诗246首。我对深深含听，咱若有同工调较无讲解释啊，用麦克风做伙来唱吼。我对深深含听，应叫我主的名，主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我对深深含听，又叫我主的名，又求你按耳孔，听我恳求的声。第二站。所以咱就运用一个公道的方式，咱有几项事来带到。第一项，咱为着
台湾的疫情会当真紧有这种好的控制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的台湾岛屿以及全世界整个，因为全人类大家同心合意，这时阵啊，只要是医药，或者是遐个疫苗的技术，更较要紧是大家同心，比如讲无试过安尼行煞，甲清楚人接触，伊的病毒就袂传染。这拢是个人的心志，甲同心，咱求主保守，互全世界大家人因为欢喜同心受苦，迄个忍受迄个无自由，也是讲无方便，总是互疫情难降落。第二，咱为着咱的教会兄弟来祈祷，有人将事无共款，特别接触民众的工作。医疗人员、服务业的人员、教育人员，因必须要任务上接触无共款的对象。咱求主怜悯，互因得到真正平安。咱为着教会有兄弟的亲人，现在无伫台湾工作、生活、读册伫国外面的疫情有可能比咱台湾更加严重。所以咱行了兄弟，大家心内有真怀看虑，求主怜悯保守，把咱的亲人伫外地拢平安。第四，咱为着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因为袂当真正方便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因有缘有甲主亲近的心，心身肉体拢得到平安。特别咱这长辈老大人较袂使感染着，求主保守因。逐日拢有主修身的健康。最后，咱为着家己祈祷，知影咱毋是靠家己抵抗咱好，也是咱家己安尼有好运袂去拄着什么款的病毒，是因为主怜悯啦，互咱更较细致、小小方便、有好的卫生习惯，会当度过即款无方便的生活。特别咱为着教会遮个工作、事业、生理。因为疫情是有影响的，咱求主怜悯，互因有对咱有智慧，通度过这个难关。也为着你家己感动的事，咱做伙开声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阮上帝，阮伫你面前求你怜悯，阮知影阮家己有足个欠亏，主啊，求你怜悯赦免，互阮全世界所有的人，大家人因为共同的实施的无方便，有几礼拜的这个限制自由。会通过这个病毒紧紧的消退，我看起这个日头愈来愈炎，天气愈来愈炎热，也是一个上好消毒的时阵。主求你施落你的大能、大能力，亲自来爆发这个病毒的威力。主求你保守咱兄弟，大家人伫从事无共款的工作，接触正人，接触这个无共款接触的人，也是伫工作、伫外国、伫学校外口读册，接触无共款的。国家的疫情，求你拢怜悯，赐落你的平安甲医治头目。主啊，阮为你赦免阮家己的不足，伫你面前，伫你怜悯，阮兄弟姊妹大家人伫主的听的面，甲同心一致，伫主的面前同心祈祷，平安拢赐落伫阮正常中间。愿上帝看顾，阮了教会这长辈这医疗人员接触正人的这服务业的人员，因为保守因春节拢平安。为了这长辈、这青少年、这学生祈祷，为你看顾甲因带，医治甲好办。主啊，阮特别为你保守，伫这个疫情线接的，是拄着真大经济的这影响，事业、工作、生活拢不便。求你怜悯阮有智慧，也对这最最的挑战甲困难，为有心怜悯，感谢你。主啊，上帝，用你的名来祝福阮所有教会兄弟姊妹。主啊，我无论是伫现场的敬拜，也是网络的敬拜，也是个人家己的灵修的生活，求你圣神拢一个一个亲自查查、保护甲看顾。阮无法度靠家己通保护任何的这个条件，总是阮只有仰望上帝，你施恩疼下，保守伫阮正人中间。特别阮为着教会中爱接触到这医疗人员、教育人员、服务业的人员。
因接触无共款的即个服务的对象，难免暴露而且疫情的威胁的能力。主要就你人民，因为因家己的职务上因无退让，总是求助加倍将装备伫因身上，照顾伫因身上，人民甲平安伫因身上。自愿恳求你，因为你是大人的主，你知影病毒伫倒位。妈上帝啊，照着日头渐渐来炎热，互即个大地充满着新春天的即个快乐，互即个疫情因为安尼就来消失。主啊，这是你大快乐、大权能，人的能力是无法度做到。帮助台湾春回大地，所有疫情也安尼就消失，平安搁重新临到伫阮，阮珍惜主你所听，主你的祝福。感谢你将平安赏赐我阮，感谢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奉献的进程咱今仔日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纪念主日，就是咱教会学校啦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咱要分做两个讲段，一个是中英中学的代表中英中学代表，今仔日来甲咱做报告。咱周末内底有特别介绍就是咱本会赖何英仁老师啦伊本身就是中英中学的英文老师，嘛是咱教会的青年就是咱的林汉同学，伊两个伫后壁，咱才会听听拍拍交欢迎一下好无？好，所以呢，咱先请林汉同学来甲咱请安来请安，来个拍拍鼓励来。平安，我是林汉，高中科2年级的学生。今仔日我甲何龙文老师真欢喜会当代表中英中学来向大家请安报告。感谢上帝保守，中英中学已经134天，也感谢咱教会过去对学校的关心甲支持。当初宣教师来到台湾，有3件重要的代志：医疗、教育、宣教。建议中学的目标是要培养牧师甲老师伫台湾社会有好的影响力。虽然这几年来教育环境挑战真大，社会变迁过逐款多元，但年年国教的制度囡仔愈生愈少，这拢对私立学校真不利。总是我希望会当坚持校训的精神，虔诚、勤奋、因为服务，来教育学生，发展全人教育。特别咱有用长宗精神、人生哲学、甲生命教育、基督教圣乐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品格。希望学生毋是只会晓读册，嘛通真做有听有用人的人。学校目前有中学部甲高职部、中学部国中、高中6年一贯，高职部分做商业群、设计群、工业群。若有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敲电话来学校问。今仔日校长嘛要亲自来向咱请安。主来敬听的牧长，主来敬听的牧长，我是中中学校长戴志芬，是中配设立的教会，不要后悔，好好请安。134年前，张教师巴克牧师带着使命开办中乐教中学校，望借着上帝听甲恩典，互信仰教育定根伫台湾。阮校学生毋但伫升学成绩有好的表现，伫创意、技艺、各项的竞赛拢得到肯定。校园的防疫事工也一直持续在进行，100几年来培养出超过200位的牧者。这几年来，学校面临经营的困境，阮依然坚持努力，互学校成做栽培囡仔信仰甲教育的好所在。诚心邀请众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支持学校的校务发展，为咱学校来祈祷甲奉献。第一摆大家多谢平安。请咱鼓励青少年选择咱中英中学的读册，受造就，互咱的少年人会当得到信仰甲知识的栽培。最后，请为着学校发展甲治理，
老师甲学生的生命内底，也为学校照顾发展基金来奉献。感谢大家，愿上帝平安甲咱同在。我做一个回应啊了，咱就来交互咱的师会吼。咱中央中学吼，是咱全台湾头一间西式的中学吼，会使讲是百年老店就对啦吼。总是虽然是安尼，犹原袂当，我都通好面对着讲，咱台湾整个社会变化遐尼紧，咱拄仔讲少子化吼，佮加上迄个教育的政策的变化，所以呢，咱事实中央中学有的兄弟较关心的知影讲，最近吼，就发生一寡财务上的困难。事实吼，这个学校是资本是足多啦，但是吼，真正伫迄个财务的转势中间，因为学生减少，整个校务的变化有即款的困难伫咧。所以今年呢，因特别拜托讲，各教会会当伫咱几咱的下面，为着因来做奉献，奉献当然是因校务的费用是真济，可能咱无几咱啦，但是帮因有关宗教教育这方面有一寡经费，互因安尼较好来运用咱教会想讲，因为以前咱即个组织较少有咧用奉献地来奉献，所以咱教会就改用一个拨款，咱教会拨咱的教会基金，甲因做奉献，所以就无分奉献中啊。毋过今日即个你若感觉讲，即个学校是咱长老教会安尼上届历史上久的一间的学校，咱帮忙伊大过难关，你若私人感觉伊愿要为着因奉献，嘛真欢迎吼。你咱甲咱的长老招开，摕一个简单的奉献地啊，还是你写伫你的本身的1年用的奉献地，写讲为中营中学奉献，放伫内底，伊愿会使做。咱教会已经有拨款来做奉献，用安尼甲咱做报告。而且咱为着咱教会有学生老师拢伫中央中学，咱继续对因来祈祷好，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这是咱三角来奉献。今日来迎同个时光。请坐。这是咱来念本各位评估第4篇16篇第2节，咱做伙用台语来谈两遍。你把对人我好，你是我主，你我好无好去。4篇16篇第2节，我的灵啊，你把对人我好，你是我主，你我无好去。4篇16篇第2节。阮煞将来报告，
今仔日本周是咱大赛节的第5个主日，请大家兄姐来准备心来迎接泉州搁偌济。今仔日也是教会的纪念主日，咱多谢何老师和林汉同学的调望。最后一点就是在辅助的报告就是请兄姐继续为教会事工来带导甲奉献。咱教会有一寡奉献的办法，请大家看第4页的第6点，请大家继续来为着教会事工来带导甲奉献。咱补充部分，请牧师来补充。咱即先即个报告时间啦吼，下面咱先请咱的寿龙长老吼，伊要来报告咱这学期的即个奖学金吼，要请代表来领即个奖学金吼。伫咱的节目内底有咱这学期的奖学金吼，有大学的同学，各中的甲咱各中的教育团体的奖学金吼。请大家拢会用较济吼。请若今仔是第1场来参加吼，咱会先来一好无？迄个陈邦吼。嘿，这名单内底，今仔就来，请来赶紧吼。来，咱来节目来代表来请牧师来颁发这个奖金。好，第一堂有这学生有代表的，你感觉讲颁奖的金价是较正式的款安尼啦吼，所以有来的学生请来头前来，有2位的款，拢大专的款。好，陈邦那个宇翔，来到前面来，拍手给他们一个。好，陈邦，来，跟身体哈，来，宇翔，来过来，来，我们拍一张照来，握手嘛，好，来，到这边，在前面拿着好，好，大家，伫结束以前，牧师要请咱看一点仔迄个投影片吼。一个投影片，简单甲咱说明咱的防疫的部分就好吼。来，我用这个条讲吼，咱教会吼，咧思考讲政府这个防疫的公告，有关聚会部分，牧师甲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对啦吼。咱拢知影讲，伫即礼拜前几日，政府公告讲5万超过100人的聚会，咱就暂停。100人以下的爱差不多遵守这个，意思讲这个公指标啦吼，指标牧师看讲，甲这长老参详讲，应该咱小可有符合，所以咱就希望保持主日礼拜吼。伊讲疫情中心公告举办室内100人1会活动的6个指标，第1个指标是讲，你有法度通掌握着参加的资讯无？咱朋友拢咱的朋友嘛吼。今日最近即几礼拜拢无新朋友，表示讲你我大家拢熟悉，中间拢捌哩。咱第1指标咱就下规定就对啦吼。第2个活动空间的通风换气的情况吼，咱因为所在看，咱佫有开窗佫有冷气咧走，咱感觉讲至少咱佫有符合，较无当像庄脚吼，规个窗拢拍开佫较好啦吼。下晡牧师要参加着这教会牧师的退休。因就交代讲，伊甲窗拢拍了了，窗拍了了，外面佫搭电灯，互大家安尼想咧半室外安尼吼。咱教会感觉讲即点嘛勉强会使啦吼。第3项就是讲参加者中间的距离，就拄则咱开始礼拜是牧师拜托讲，咱毋通坐伤晚吼，前后计一个座椅，安尼嘛是有合规定就对啦吼。第4，活动期间参加者是固定位置，也是无固定。所以牧师借即个机会，甲咱拜托，咱即几礼拜来，要是即个疫情的中间，你逐礼拜来拢固定坐迄位好无？你家己认你的位，毋免打你的名啦，你就坐你的位，安尼就表示讲，咱来请咱的翕相的同工吼，逐礼拜拢甲你翕起来哦，你即边，你即边，你楼顶，安尼什么意思呢？咱知影讲，迄疫情中心就是爱讲，嘛拢无代志啦，若有代志，知影你坐伫上边坐伫上边，毋知赶紧讲某物人叫着你隔壁你赶紧去
去检验看法，去隔离吼。伊个意思是安尼啦，咱有问这代志拢无发生，毋过伊就是讲尽量坐固定位吼。所以牧师拢定坐伫遐拢无咧换咧，你有哪尽量坐固定位吼。大家前后帮手握吼，尽量有看头前只骹足宽，你著甲坐啊边仔拢无人安尼就对啦吼。来，活动持续的时间，咱就是讲有若好点外钟啦吼，当然伊若是莫伤长的，咱爱2-3点钟活动吼，先来开party安尼开2-3点钟，咱即头上加点外钟，咱有若讲时间有法搁无介长啦吼。最后上咱就是拢已经有啊，就是活动期间咱手部卫生咱戴口罩。所以咱感觉讲，目前政府无发新的规定，咱可能有照常。会当有即个主日礼拜，咱顶下站拢无超过100个啊吼。咱楼骹毋知咱人工帮忙算一下，下骹站几个人，顶悬站几个人，若有带囡仔，请来去3楼看转播吼。咱无超过100，所以至少咱即2个空间200人也会使的，顶悬100，下骹100。咱顶礼拜咱125个人尔咧，伊咧在我少无我毋知啦吼。咱之前无法度人要求讲，较侪人来聚会哦，咱人数较侪，即嘛毋敢安尼讲啊。只是讲，毋望你伫遮礼拜，还是伫厝里，永远会咱专心敬拜上帝，这是较要紧吼。来，所以呢，本会因为拄则有讲了，简单读一下吼。因为因应即个疫情，教会主日礼拜永远保持严重，照样现在安尼，但是强化也拄则咱牧师讲的，会有参加礼拜，咱平均来坐伫4楼、5楼，搁带囡仔的伫3楼，也是讲你感觉讲较方便行紧动的，你著去3楼转播室呀。每一楼站无超过100个，就下着疾管局的即个规定就对啦吼。第二，咱伫会有疫情中间，咱参加礼拜，咱坐固定位，你毋通刷来刷去，一个顶悬一个下骹，暂时固定你的位吼，你方便管控啦、追踪，咱有来甲翕相起来吼。用梅花座，我讲倒面、正面、头前、后壁，尽量讲莫坐人。你甲一个遐，你的4位，你的上边仔甲4位，咱就是毋通坐人。咱有捌游过跳棋无？跳棋就是爱跳架舞吼。跳棋你知影吼？就是莫坐我吼。夫妻就本来就家庭拢做伙啊，就较袂要紧吼。来，第3项，咱有一个拜托啦吼。咱当然是讲，咱尽量伫外口室外吼，毋过咱电脑因为即摆咱咧做礼拜吼，咱家己设置，别人就无一定要甲你看咧，所以咱即摆出去门口吼，尽量莫徛伫门口讲话啦。人坐伫遐开讲，遐空气是足好，毋过外人会看讲，你哪会搁遐侪人伫遐？所以咱骑车徛就做咱转去吼，咱若行出去，咱就避免组织伫外口。若要开讲讲话伫内底，新加坡讲袂使袂使。一公尺内咧，你要哪学啊？你若我来讲拜托安尼啦，无只安尼尔吼。咱是台湾真正爱感谢主，因为咱无遐尔严重，遐有染着拢是对国外转来。目前伫台湾的社区，一半个遐落网之鱼尔，所以基本上是还佫有平安，但是有人讲莫爆发出来，你也袂调就麻烦啦吼。咱就这样子来祈祷，所以咱伫外口尽量莫安尼组织就对啦吼。后来，咱大概吼有定实施到2礼拜后4月12个偌济，所以咱4月12个偌济，迄天会搁讲，咱要讲继续无，要安怎无？咱目前的周间聚会拢暂停啊，周间聚会暂停。但是咧，咱毋是讲咱拢无联络无关心大家有互相电话关心，有人网络关心有用视讯有人讲保持咱大家甲主亲近就对这是咱目前面临着即个状况。这是政府也要容许100人若无伊讲歹势。有的国家已经讲2人，袂使2人住的，2人要哪住的超过2人就一定爱到厝内咧吼。咱还佫有即个空间，咱来感谢主。最后要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啦，有一个老大人看病，医生用上述氧气护士，刷了后甲伊讲歹势你安怎拢总费用总共开无10万。哇！即个阿伯目屎流血，迄
迄个医生讲歹势，讲歹势，到即时甲你收贵啦吼。你破病啊，甲你收50万，你袂出来是毋是啊？伊讲无啦，我实在是足感动啦。我平常时吼，逐日咧喘气吼，拢免费的啦，安尼啦。你有知影讲？哇，一旦需要上手吼，遐贵。咱平常时咱闻到遮个空气，拢上帝免费互咱的，咱会晓感恩就对啦吼。即点用即个态度来面对现在即个疫情安尼。好，咱甲时间交互咱的思维。现在已经讲到尾尾的时光，资料请牧师接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保守、引带、护卫甲看顾，保守咱伫疫情的中间，逐日出入平安。上帝恩典较赢过遮侪挑战。愿三位弟上帝甲咱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衰。阿门。